有冇人同阿媽一樣咧？有荷爾蒙斑、曬斑、乾斑、黃褐斑，或者我哋成日講嘅年齡叫做可能我哋叫老人斑。各位觀眾唔使需要特登經常去打 Pico， 或者你經常打 Pico 啊、彩光嗰啲啦，令到皮膚咧薄晒嘅話咧，唔需要擔心。各位觀眾，呢一支咧係用咗韓國打美白針嘅3重成分嘅安瓶，係朝頭早連眼圈都可以用嘅。佢入邊有99.9% 純度嘅谷胱甘肽，幫你打擊色斑、去黃氣。韓國有食品監管局認證無害嘅煙酰胺維他命 B3， 可以幫你斬斷負責製造黑色素嘅嗰個結體，叫做酪氨酸酶，令到色斑冇辦法分發，10日由咁嘅狀態。喂啊！我真係100呢啲係荷爾蒙斑啊！荷爾蒙斑啦，你係呢隻？呢啲我哋簡稱叫年紀斑、荷爾蒙斑。我呢3年2年先有。10日乾斑同曬斑10日臨床實證見效。就算你冇斑，我咧 touch wood 冇斑，但係我要白咧，你見唔見呢一個女士係黃噶？10日變到白淨，唔需要打 Pico， 冇任何複雜嘢。你打完 Pico 唔想反黑都用得，因為臨床實證醫美術後全部用得，仲要係零敏感零害，仲要不刺激，連眼都用得，連續使用10日。黑色素、啡斑、黃斑色素沉澱減淡大概102%，仲要係零敏感。就算你皮膚最薄，就算你皮膚勁紅，全部用得。